他嫌我的灯太……林老师，你们啊，崔波是吧？啊，您好，我是 XPD 的陈涛，找你了解点情况，坐吧。坐。哦。哎，在半个小时前，你的同学莫少成在图书馆自杀了，你知道吗？啊？自杀了？我今天见他还好好的呀。在半个小时之内，你给他打了3个电话，能解释一下是为什么吗？哦，我就问他有没有拿我那本书，他可能信号不太好，前2个电话都没接着。莫少成平时一定很马虎吧？你怎么知道？整套是反的，袜子也是一样一只。他家庭条件比较好，可能从小被宠坏了。他这些习惯很多不让人喜欢，可是你却恰恰相反，在墙上的作息表写得非常仔细，在现在的大学生已经很少见了。崔波，你是一个很刻苦的学生。刚才问你那都什么问题呀？对破案有帮助吗？有一点头绪，可是还有很多疑点。但是直觉告诉我，凶手就是他。凶手？证据呢？证据有很多。由于这个案件比较特殊，在我破解手法之前，所有的证据都不成立。不成立，你说这么半天。宛如、陈涛，你怎么从那边来了？我不告诉你那边绕远吗？笨死！哎，这里的自习室都长一个样，我都快迷路了。等等，你刚说什么？我说我都快迷路了。不是这句，前面那句。这里的自习室都长一个样。陈涛，准备实施抓捕。啊？抓谁？坐。坐。说说吧，你是怎么把莫少成毒死在这个座位上的？什么？你们怀疑是我？这太荒唐了！我当时根本就不在自习室，我跟同学在食堂吃饭，有同学可以为我证明啊。你的确不在自习室，但是你之前来过，往死者的水里下了毒，毒死了莫少成。可是你们不是说过监控录像清楚地表明当时没有任何人动过那瓶水吗？没错，这对于别人来说的确不可能，但是对于你来说再简单不过了。整个计划并不复杂，但却可以给我们制造出绝对的盲点。你只需要走进自习室，然后将有毒的水放在莫少成的桌子上，等着他自己喝掉。整个计划，所有的同学都不会注意到，甚至连摄像头都不会看到。中午11点，莫少成从宿舍离开，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你墙上的作息时间表，其实就是为了记录莫少成的作息规律。
然后你尾随他来到了超市，看着他买了一瓶矿泉水，你就买了一瓶一样的。你看着莫少成来到了204自习室，然后把矿泉水放到了左手边，之后他拿出了一本教科书。在你知道他拿的是什么教科书之后，你就开始准备实行下毒计划了。你来到了洗手间，向矿泉水里面注入毒药，然后换上了跟莫少成一样的衣服跟帽子，一切准备就绪。然后你来到了在204旁边的205自习室，选择了和莫少成一样的座位。这个时候老天爷帮了你一个忙，在这个座位上并没有人，于是你拿出了和莫少成一样的书跟水，摆在了一样的位置上，唯一不同的是矿泉水里面注射了剧毒。你尽量让自己保持正在看书的样子，但是心里早就在默默计算着时间了。你不断的打电话，而且确定莫少成已经离开204自习室之后，你就进入了204自习室，拿走了莫少成的书跟水。由于你们的着装一样，并不会有人感到怀疑。然后你便换下了那身衣服，稍微整理了一下，离开了自习室。之后，整个计划最关键的一步就要靠莫少成自己了。其实是你了解了莫少成的致命的弱点。致命的弱点？没错。跟莫少成同寝室的崔波一定知道莫少成是个非常马虎大意的人。莫少成平时一定很马虎吧？你怎么知道？小雪，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莫少成了，去吧。好，我现在就是莫少成，我要去自习啦。哎。哪一间？这一间，长得都一样啊。哦，我的东西在这儿。当莫少成走到204自习室时，发现自己的东西都不在的情况下，会不会认为自己是走错了自习室呢？毕竟这里每一个自习室的环境都是一模一样的。于是他走到了对面的205，在同样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书跟水。喝水吧，莫少成。好的。这是什么啊？毒药。啊？骗你的，是白醋。但莫少成喝的可是毒药。此时的莫少成并不知道，手中的矿泉水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一瓶，而是崔波投入剧毒的另一瓶。他致命的弱点，却成了崔波必不可少的帮凶。也就是说，在案发当天的13点05分之前，所有这间教室的监控录像里边，莫少成的影像，全部都是由崔波假扮的。没错，由于他们的体型差不多，再加上一样的装扮，很难被分出来，所以我们都被摄像头误导了。后来我让你调出204的监控录像，他的作案手法自然而然就被暴露。至于毒药的来源，相信一个化学系的学生应该不难配置吧。崔波，老师的评语：踏实勤奋，认真谦虚。再看你的成绩，每次考试都是年级前3，你不觉得可惜吗？他该死！什么？他该死！
他欺负过你？欺负？你认为我深夜看书？娘让我睡觉。他嫌我的灯太黄，就把我的台灯扔掉，这算是欺负我吗？我没什么钱，我只能买泡面吃。他把蟑螂扔进我的泡面，说是给我加餐，这算是欺负我吗？兄弟，怎么样？我给你吃这个蟑螂大餐，不错吧？我喜欢的女孩被他欺骗，为了替他出气，结果在女孩面前我被暴打一顿，这算是欺负我？辛辛苦苦换来的保研资格，被他轻易的花钱买走，这算是欺负吗？是，我穷，但是我也有尊严。我不允许任何人去践踏我的尊严。我杀了他。罪有应得。你放心吧，那个崔波我已经让小高他们带走了啊。对了，你跟那个什么凯文吃完饭没有啊？啊，黄了。哦，好，马上到。黄了。哎，陈涛，把你手机给我看看。我刚才看见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哎呀，什么可看的？一个手机，我觉得没什么。哎，宛如的来电显示是 D， 小美是 C， 我是 A 姐，什么意思啊？宛如，白痴，胸围尺寸的。陈涛。